镜头刷登来台湾，来讲这个风台酸长台南，真侪偏乡的客家，这顺利道的厝遐嘛拢毁掉，因为顺利道的纤维若输入人体有生癌的风险，所以区公所是呼吁着民众，若要清理这的废物，一定都爱挂喙暗。 伫咧早期20-30年前，真侪人家的厝顶拢是用塑料袋的建材，受到这一遍丹那式风台的冲击，真侪厝顶或者是铁片厝拢去吹甲掀挂。民众趁这几工仔好天，将破坏甲真严重的塑料袋卡好脆来做饼当，用一块一块的肥料地亚来包装，放伫咧因兜门口口等待环保局来摘草。因为石棉瓦本身有具一些毒性那所以。 在这里也呼吁乡亲在处理石棉瓦的时候呢，要记得要保护自己，戴好口罩。我们石棉瓦整理好之后，一定要把它打包完整。环保局会尽速的速度来处理移走。安南区公所特别提醒大家，在咧饼当的过程一定拢会挂喙暗，保持淡湿，因也才袂四界飞，保护家己嘛，保护别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